情绪是人类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，它可以是正向的，比如快乐和兴奋，也可能是负面的，比如愤怒、悲伤和焦虑。无论何种情绪，它们都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、决策和人际关系。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高压力环境下，情绪的管理能力变得尤为重要。情绪管理并不等于抑制情绪，而是学会理解、控制和引导情绪，以更积极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本文围绕情绪管理的5个核心技巧展开探讨，包括情绪辨识、深呼吸练习、情绪重建、自我表达和情绪宣泄。这些技巧能够帮助个人从不同角度管理情绪，从而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与变化时，保持内心的平衡与稳定。1、情绪辨识，认识和接纳自己的情绪。情绪辨识是情绪管理的第一步。只有当我们能够准确识别自己的情绪，才能进一步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。许多人在感受到情绪时，往往无法准确描述自己的状态，比如只是模糊地说我很难受，却无法分清是因为压力、愤怒还是失落。情绪辨识的关键在于提高自我觉察能力，学会深入了解情绪背后的触发因素和内在含义。案例分析：张女士是某企业的中层管理者，在一次团队会议中，她因为同事未按时提交报告而感到烦躁。但在仔细思考后，她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不仅仅来自对方的延误，更是因为自己对项目成败的焦虑。通过正确命名这种情绪为焦虑，她得以更清晰地应对问题，而不是被情绪左右行动。实践方法：情绪日记，每天记录自己的情绪，描述引发情绪的事件以及当时的感受和反应。情绪词汇表，熟悉多种描述情绪的词语，例如愤怒细分为恼怒、愤慨、不满等，有助于精确表达感受。反思提问，问自己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？这情绪从何而来？逐步建立对内心世界的了解。通过情绪辨识，个体可以减少对情绪的模糊感知，从而避免情绪失控，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案。2、深呼吸练习，快速平复情绪波动。情绪波动往往伴随着身体的应激反应，如心跳加快、呼吸急促或肌肉紧张。深呼吸练习是一种简单却极其有效的技巧，通过调节呼吸节奏来恢复身体和心理的平衡。深呼吸能够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，减缓压力激素的释放，从而帮助个体在情绪激动时恢复冷静。案例分析：小李是大学1年级的学生，面对期末考试时感到极度紧张，甚至有些呼吸困难。他尝试深呼吸练习，深吸气，直到腹部胀起，停留2秒，然后缓慢呼气。他重复这一动作5分钟后，发现自己的心跳减缓，注意力也更加集中，从而顺利完成了考试复习。实践方法：规律练习，每天抽出5到10分钟专注于深呼吸，提高其作为反应性技巧的有效性。4-7-8呼吸法，吸气4秒，屏气7秒，呼气8秒，重复多次，有助于快速平复情绪。结合冥想，将深呼吸与冥想相结合，进一步增强内心的宁静感。深呼吸练习的优势在于简单、便捷，可以随时随地进行。在职场会议、家庭争执或高压场合下，这一技巧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控制情绪。3、情绪重建，改变对事件的看法。情绪并非完全由外部事件引发，而更多是由我们对事件的解读决定的。情绪重建的核心在于改变对事件的看法，从而调整情绪反应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人们可以避免因主观偏见或思维定式导致的过度反应，学会用更理性和积极的态度应对生活中的困境。案例分析：林先生在工作中因一次提案被否决而感到沮丧，认为自己不被上司信任。但在与上司深入沟通后，他了解到否决的原因是预算限制，而非对他能力的不认可。他将这种沮丧情绪重建为对团队整体规划的理解，从而转变为更积极的态度。实践方法：自问练习，问自己我对这件事的解读是否唯一正确？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吗？正向思维，尝试将每个负面事件转化为成长机会，例如这次失败让我学到了什么。假设视角，站在他人立场看待问题，避免情绪化解读。情绪重建是一种深层次的思维转变，能够帮助人们从悲观中找到希望，
从而在面对挑战时更具韧性。4、自我表达，坦诚释放情绪，避免内心积压。有效的情绪管理并不等于压抑情绪，而是学会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感受。自我表达技巧的关键在于避免攻击性表达，同时清晰地传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。坦诚的情绪表达不仅能减轻心理负担，还能改善人际关系，增进沟通质量。案例分析：陈女士在家庭生活中感到自己的努力常常被忽视，但她并没有选择冷战或情绪爆发，而是用一种平和的方式对伴侣说：“我最近感到有些失落，因为我觉得我的付出没有被注意到。”这种自我表达既释放了情绪，也避免了冲突。实践方法：使用我开头星号描述自己的感受，例如我感到不被理解，而非你总是忽略我。避免指责，表达情绪时集中于自己的感受，而非对他人的评价。创造沟通机会，选择一个双方心情平静的时刻进行对话，有助于达成更好的理解。自我表达是一种尊重自己与他人的方式，它不仅能缓解情绪，还能让沟通变得更有建设性。5、情绪宣泄，通过健康方式释放压力。当情绪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，选择一种健康的方式宣泄情绪尤为重要。情绪宣泄能够帮助人们释放内心积压的负面情绪，恢复心理平衡，同时避免将情绪转嫁到他人身上。案例分析：赵先生在工作中因连日加班感到极度疲惫和愤怒，他选择用跑步的方式释放压力，每天用30分钟时间在公园中慢跑。在运动中，他的紧张感逐渐缓解，内心的愤怒也得到了释放。跑步结束后，他能够以更加平静的心态回归工作。实践方法：体育运动、跑步、瑜伽、健身等活动既能释放情绪，也能增强身体健康。艺术创作，通过写作、绘画或音乐表达情绪，找到内心的出口。倾诉交流，与信任的人谈论自己的感受，分享内心的压力和烦恼。情绪宣泄应注意避免采取有害方式，例如暴饮暴食、酗酒或将情绪发泄到他人身上。选择健康的宣泄方式，既保护了自己，也维护了与他人的关系。结语：成为情绪的主人。情绪管理是一项需要长期学习和实践的能力。通过情绪辨识、深呼吸练习、情绪重建、自我表达和情绪宣泄，人们能够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。每一种技巧都提供了不同的切入点，帮助人们从认识情绪到处理情绪，建立起完整的情绪管理体系。在情绪得到良好管理的情况下，个人不仅能更从容地应对困境，还能提高生活满意度和人际关系质量。通过不断练习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情绪的主人，而非情绪的奴隶，从而活出更加平衡和充实的人生。